五车一间病院举办创新医疗科技体验营，邀请到台中市12间的高中48个学生来参加，佮特别开放到手术室，让学生实际来操作到开刀的机器手，学生是加学真侪医学的知识。 踩着镜头往左看，对。医师伫咧边仔指导，坐伫咧操作台顶控制机器手的人，毋是实习医师，是高中生。因当伫咧练撑针线、含铁空锤功夫。我现在是一个高中生，就可以有机会去体验，我觉得真的很难得。 随科技医疗技术哪来哪进步，为了让高中生提早接触医疗技术，五车一间病院即天特别举办创新医疗科技体验营，后来自台中市12间高中所甄选出来48个学生报名参加。科学体验营能够让学生能够追求梦想，激发他的创意。和你体验上新医疗技术，同学拢大开眼界。医方嘛讲，希望透过这体验营，会让帮助囡仔。 欢迎科学实习科技医疗产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